伊若如果讲活到80岁、到70岁，甲去烧着，搞不好相关。哦，啊，你若活到到尾要转去，咱去，讲吼人之将死，哦，鸟之将死，伊命哀，人之将死。语言也先。哦，语言也先啦吼，信息的较慢去啊。你无表现的机会嘛？哦，你无表现的机会，就多机会啊。哦，啊，所以讲呢，咱今仔日修呢，其实为虾米拢讲经典内底，过去圣人先祖伊会颠倒，为虾米？因为过去圣人先祖伊是讲。哦，啊，咱这个是要学人的觉，哦，敢是？哦，啊，互咱真正去觉着了后，伫当下内底去看出了着人生的价值观，看出着人生的重点伫对啥？包括来讲，咱人为什么会行修行的路？那么修行的重点伫对啥？咱拢慢慢拢有法度去做了。为什么讲伫修行来讲者，为是修福的相，为是修福的行？伊这两项有差？有啦吼，迄个公医师就是咧研究，你就知影有差。一个是来世福，一个是咱超过世事。所以讲，帮着因生不帮着因较修行的。你无想讲哦，咱若去咧做啦，啊，我嘛伫对拜师吼，我嘛咧修行啊，哦。咧修行着，但是你有望着结果，你会当亲像天万功德，要走找天下大情事，会嫌袂啦。但是咱今仔日已经拢找着，拢受出一致啊，咱毋免像伊去找啊。咱重点就是我要安怎修，要安怎下功夫，修咱的慧性，要安怎帮助落去咱的活，即咱一定要甲重视。你无甲重视，看电视若会辛苦。伊咧去大家拢免来讲，敢是安尼？哦，嘿啊。啊，所以讲呢，咱即马就讲要好较了解成仙不移的觉悟，哦，所以讲呢，咱进来向了解要去修行，嘛，就是你已经学着佛，你来未来体会伊的代志，伊拢知。所以咱真知影我最后的结局，我真着爱重新开始。咱的结局是啥？哦，若像过去咱无改变信念来讲者，自责同清明嘛。哦，会知或是去拜拜吼，啊，拄好伫遐等个一个，哦，一个老前辈者啦吼。那么这个老前辈者呢，吼，伫迄个所在呢，甲交伊伫遐咧讲，伊安尼讲，啊像咱有一寡大企业家。因为伊学教嘛，高清官五修济嘛吼。今日讲迄阵啊，伊拢有实在，你去公司吼，拢毋免甲牌啊，拍通电的字吼，手机讲安尼会使去吼。算讲交高清官伊拢诚熟啊，教人嘛，啊伊嘛是咧讲，人生就是安尼，啥物我拢无法度带走，啥物拢无法度带走。但是你伫世间，你若无勇气的话，随着你的因缘，一切化成为哦，你若会当身上用功夫，也就是讲，你到最后钱早袂去，地位早袂去，但是你功德伫天上。哦，过去圣的先生嘛是，拢是看无的成就伊的，看无的成就伊啊，敢是安尼？而且伊个带袂走。所以，咱讲伫修行内底呢，哦，咱一直来好好去来体会，哦，啊，所以讲就是烦恼，啊，咱伫这世间当中，哦，虽然是富乐的人生，毋有人伫世间成过，敢是安尼？所以讲世间讲无好，讲苦的嘛，苦人无啥物止苦，毋是讲苦，无啥物止苦，逐项都苦。咱无钱的讲无钱艰苦，有钱的人嘛烦恼一大堆，哦，啊，你看了苦。啊，安尼苦你会晓想呢，啊会晓体会呢，咱佛道会当去体会着了，伊生佛道呢。啊，咱进来当体会着，咱嘛会当转去呢。
是大仙的，啊若无的话，所以古道的世间内底嘛，重要足济宝，只是你去找着，你会当甲用的，找着啊，佫会当甲用呐。那安尼咧，自然咱共款会当伫古道的社会，伫苦海当中咧，会当找着转去了路，佫会当真正佫能够规律。其实这就是我教圣人在经典上伊的期待，伊的期待。所以毋当讲哦，咱学习的当中咧，不归嘛就是要互咱会当真正来达到觉悟，安尼咧，咱才会当认清着世间的真假是非，然后调整着伊的心，调整伊的骹步，啥物是重要，所以讲咧，伫咱有215条内底，众圣千有伊的道理啦，有伊的道理。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当然咧，咱伫这个烦恼内底，其实嘛就是讲，你会当把咱个破题呈现了出来，有意就是离开烦恼，所以讲咧，伫经文，不怕妄想起，只怕得着地啦，就是讲话咱毋通惊啦。对，我才会去起好好的心念，我才会去起好好的心念。伫即个时阵，你起好好的心念，你若家己会知影，拢不要紧。毋茫你毋知，你若毋知，你会感觉自以为是，我足好啊，我修甲足好啊。那么咧，你若起了着妄想，起了着种种不好的心。佮包括起了着讲高自大，即种咧的心的当中咧，你若能会当了解着了后，你若是真修一念，你会想办法把这物件慢慢啊减少，减少到伊一点仔就无留，就是讲清净。所以讲咧，只怕家己希望咧，咱较早会当达到结果。毋通讲咧，那么咧，迄个鸟之总是伊言也爱，你人之总是伊言也先。你若讲人之总是，等于啊，你讲偌一世人是世，伊无毋对啦嘛，你无着你隐藏的心啊。但是毋过咧，你满心的当作你敢知，就是安尼。所以讲咧，到迄个时阵，拢已经上慢，拢上慢。所以讲咧，搁倒来遮，因得擦出烦恼，就离觉无无远啊。各位真诶，咱是安尼。你若有觉察着，拢袂快，拢袂快，到个代志遮尔济，安怎啊？你若一直咧甲探讨一个问题，你就会晓讲我来想办法。所以讲咧，有个人咧来到道场，感受着道理了后。那么真正咧，我来听道理了，我感觉心情好。我嘛感觉讲看开会，感觉可以我嘛知影我即摆要安怎做。那么人生有目标啊咧，该起步的起步，该做的做，该行的行，该走的走。所以伊人生有目标了后，你甲看，伊倒敢有分？伊倒无分咧。你若想讲咱会晓拍。有学习的机会，你就出来。你出来一件定义就是讲，好像你上一节共款，咱像咧爬楼梯。咱咧行道，咱讲我讲道不管人自万己，人自万己，你家己离开去的，你即摆觉无了后，你嘛是搁步步为营，往着会当圆满，倒转来归道的阶梯，一步一步咧行。咱无想讲这一步一步行咧上弯，有时咧行外面，免期待讲我一份就一步登天啦。毋免像人讲，食不三杯应该就做这了，免咱就有心啊，安尼够有心意啊，安尼嘛会艰苦嘛，只是讲你会当把握我会改变，我会当提心奉献，我会当我会当安顿你的心。做你该做的，改变你该改变的，安尼个其实，咱若要改变坏，有
主节，啊拜的主节敢袂是好的主节，上贵啦吼，这一定的啦吼。啊，咱若主讲好的来主节，歹势吼，咱会拜一大堆啊，吼啊，通常收到啦吼，应该是会倒头去啦，吼，只是拢会跟到到，吼，啊，你收到的嘛是一步一脚印啦，吼，安尼，吼，医生的是感冒，啊，自然理解的，咱要倒转去。那么呢，如何来转烦恼为佛呢？啊，转烦恼为佛呢？那么呢，这烦恼伫哪来？烦恼伫心来嘛，但是哦，啊，所以讲呢，咱人一个念的改变，哦，一个念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啊，或者来讲的吼，就是讲当时有两个啊秀才，啊，这两个秀才，我顶一次到讲过，第十几讲吼。那么这两个秀才啦吼，因为做伙要去上京补课，吼，啊，伊就出发啦，吼，伫高天啊，行，结果行咧，行到底，行到拄啊好，啊，去当着人咧出山，出山听有啦吼，出状啦吼，哦，啊，出状个人上气的，敢是安尼，吼，那拄啊好要转去迄条路，拄啊有出状，爱说一个足大个，歹去啊过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所以来讲。那么伫这所在两个秀才呢，啊，就安尼行，啊，到去当着人咧出道的迄个队伍啦，一个人啊，是啊，哦，你来上京补课，啊，就去看着这个观察，观察乌啊，当着这个吼，已经咧拍七岁啊啦，我看这个无伊安啦，伊规个心就拢咧去观察，啊，就人咧说说，哦，伊就拢看伊。结果呢，哦，安尼伊去到迄个上京补课的时阵呢，咧考试，考试啊吼，该烧的唔烧，伊拢已经去互伊观察，已经甲应用去，啊嘛心内已经去互应用着，讲吼拍七岁啊，吼歹得调就对啦，吼安尼。结果呢，咧做答案的时阵吼，做袂出，伊原来讲伊的心已经讲已经有迄个无好的物件甲伊。哦，甲伊应用的做不出答案，所以讲呢，伊就考无调嘛，伊就言落深山。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秀才，共阮啊，因为物件做一个哦，安尼就好得了。看着观察，就是应观，爱看见会使啦。讲那安尼，我一抓来，一定会当考着安尼。各位前面咱有查者，哦。啊，所以讲，迄个就做欢喜，你讲哪样？几乎得了，伊观察，伊观嘛，因感观嘛，观嘛，我即个要来考观哩吼。啊，你若先观看几个观，观者愈大几个看愈济嘛。哦，安尼，所以伊去到考试的时阵呢，伊足欢喜心，结果呢，伊咧答案拢无法度写，自然伊就考掉啊。哦，安尼，啊，一个比较好调，啥物观念心念？哦，啊，所以讲咧，这两个人等于到舞蹈，考了就是一个有。这两个人拢甲舞蹈的人讲哦，应着观察，真正有影会出一粒哦，迄个考无掉的讲啊，我就去看着迄幅观察吼，以后的时阵就是因为我考无掉，安尼吼，哦，那么咧去迄个考无掉的讲啊，应着观察吼，真正我应验。因为要去考官看着观察吼，真正互我会当去考着上悬安尼，嘛拢真有结果，看着观察拢真应验，拢有效的。结果是一个是调的无调的是差偌济，你敢知？哦，那么呢，以这个典故来讲呢，其实咱练，哦，咱念头，所以讲呢，当然当然好的歹，咱有当时啊就是讲，人家讲歹的，咱几好去甲想啊。那么呢，伫这当中，当着逆境，变咱有感恩的心来想哦，当然呢，咱会当真正去研究了解这个道理，啊，到，哦，那么呢，去研究了解这个道理，方法也好，哦，咱要安怎？哦，要安怎转世成智？哦，这真正呢，哦，伊按地当，啊，若无去讲啦吼，那以我讲，这劣根性遮尔大个人，当然无安尼。哦，咱革命过来改，拢无效，其实，哦，
足远啦，但是佫袂使放弃，你放弃就是赢啊嘛，安尼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你不转则烦恼是烦恼，你若要转烦恼就是烦恼。所以讲若来修因啦你若拢无感觉讲比无来修因较好啦，就是像即有讲烦恼是烦恼啦，是善的问题，是家己的问题，因为你无有感。白白来听道理，为什么人无安尼对啊？听到无理解。为听甲改变偌济，你敢知影？改变到来讲，啥？毋是180度的转变，是360度的转变，你安尼有大无？去食个啥？去食个发结，别去讲去食个发结，毋是咧吹过个发结个，安尼对个想讲安尼，我回来你食发结，等下食我就来食是咱经典内底方法的发结，咱若甲讲较简单的方法，你得到方法，你会去甲用啊，你有甲用啊，无你若我听起来你袂歹，讲了有够好，听了拢袂爱吞，结果咧无效，当着代志嘛是人袂爱管，听着迄个课程讲要记这个，制出着这个保险你也可能咧看报地，你也可能拍干5分钟开始制出保险嘛，制出比赛厉害。所以讲咱来听得到这个法宝了后，那朋友一讲已经烦恼赢的是你爱赶紧的制出着你的宝贝出来，看有法度甲伊烦恼甲伊想，安尼你会当去感受到你袂歹，所以讲呢，有个人呢，伊有去感受，听了足好，伊就足想要来，足想要来，愈听愈满，伊爱伊嘛愈听愈清晰。所以讲有个人讲我安尼去听你讲的无，我咧听咧是若听咧无解决，去听关于我叫人讲我嘛无感觉。你讲真诶，咱是倒摆哦，还是人摆？所以讲呢，来遮听道理，有个人感觉安尼后袂简单，安尼毋是人摆倒摆，还是倒摆啦这见智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转咱无烦，若无咧烦恼就是烦恼，无咧分田无水，田无到水无来，那安尼咱修行上道理，其实咱嘛到尾咱家己会打对啦，无信心，因为我看到出来咱拢加好，咱是咧加好，敢是袂着，所以讲到尾睡到午觉，安尼个天杀所以讲呢，那边呢转还先行，那么呢转为为这个是咱修的用因为咱要恢复咱的清净，咱要恢复倒转去到咱的为定，咱就是爱你按照转还先行，转为为这边爱讲，这边爱写讲。学工爱下工，毋是学工甲工同安尼袂当转变为安尼你会当转变为那么你所流露出来的，你嘛会感觉讲有一个修道的方法，你若感受我嘛感改变上济，我嘛感觉咱脾气较好，若无即马我看。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团结，会当超越了一切，超越了其他己。所以讲呢，咱今仔日爱超越啥？那安尼你会明白？你若今仔日无超越，比昨较好，那安尼就咱变成所以呢，超越了一切，超越了其他己，因为家己呢，一工一工爱不共款。所以讲呢，咱头拄咧讲的，伊为虾米？我咧感受道理了后，我感觉我有改。因为你感受了道理了后，你有来用心，你有来用心，甲下功夫。所以讲呢，你敢会不断地超越你家己。当然，这个超越是超越这较少，安尼其实讲你有一直在超越，因为你无感受的道理，你无法超越；你感受的道理，
道理，互你方法，互你智慧，互你力量，互你勇气，互你意味。当然的，你不断就是要超越自己。我想讲我要改变较好。所以讲你爱会当离开烦恼，但是超越家己了，爱会当离开烦恼，破的两边，而且咱体会如何？体会你爱会当离开着烦恼，甲破的两边，而且而且是会讲安尼。因为伊就是无互你执着啦。你若感觉讲我改变足济，我心中拢定来欢喜，安尼伫清净的内底，敢有清净？无嘛。那清净的内底应该就无烦恼甲菩提啊，无邪甲恶啦。所以呢，超越家己了，你去会当离开着烦恼菩提，这两边会当伫中道内底去安排你的人生。安尼呢，不即不离。不空不有，亦空亦有。那么呢，伫这所在呢，嘛会当互你认识，一切拢是缘起成功，因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讲呢，有个人就安尼讲啦，讲因为咱今日去若做生意，赚钱是赚1000万，那么会当赚1000万，是毋是为何意？但是，安尼嘛。但是我开做了无好势，1000万变无，你会艰苦无？艰苦。但是话啊，安尼讲，你本来无变有，即摆有搁变有尔，毋是原在拢相像吗？无共啊，毋是无共啊，是咱的心无共啊。因咱人拢爱好个嘛，对无？我拢爱好，这是不一样。但是呢，伊即个道理甲咱讲，伊个了，伊个想法是看到。袂啦吼，讲意思所以讲，伊只嘛是咧考虑，互咱你一直去看着，去看着讲你本来无变，即摆佫无，你若甲看呢就对啊。你若无甲看呢，你又要怎么办？你又能如何？你若无甲想讲我就无变有，即摆佫变有是为倒转来个嘛你无安尼甲想，你嘛会艰苦何不讲有影就对啦？我袂晓倒转来无定啦，我顶个领导，你安尼照别人有可能有发展发展无去，当下欢喜心情不同，简单，这歹做。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有影啦，一切拢是缘起性，因为本来讲没有的，是咱人去甲生出来，咱甲生出来，会当了解，烦恼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烦恼，烦恼甲菩提无异，是意思两面，所以讲呢，咱一定要伫这个恶法门内底去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当然呢，以即种的所在呢，咱若如果会当达到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就是去印证了不二法门，你自信清净本来的处所。咱真就开始去印证这个物件。咱不断的就是去掉本来无的，你一直去掉本来无的，那么就是要回归到清净之理、至善之地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要安怎去看呢？而且呢，大概了咱自己的本性那么呢，打破我们修相形式烦恼点，那么呢，咱若要去打破。当然呢，伫我们的内底，这物件拢是一个烦恼点。你要哪去离苦得？离苦得毋是死的时阵才离苦得了呢？毋是安尼离苦得了就是讲，你若当下打破了着我们，伊当下你的烦恼点，伊是清净，伊是消灭。当下就是一定进到无疑的有疑的内涵。进到有益的内容，所以讲呢，咱的烦恼因无非拢是受了着我们，那么才会受想，这个色受相形式，以这个我们内底不断重复伫咧演练，不断的研究，不断的重复伫咱的心念上面不断的在重演，一直在重复，所以讲呢，
咱有当时啊讲一个无好诶代志吼，伊过来讲嘛咧伊啦，啊，甲想想咧吼，伊若艰苦就是家己，要求个人无困的，咱是安尼，但是咱讲吼，咱不断的绑架自己，咱看袂起是咱绑架自己，家己诶去捕捉着家己诶，那么咧，互家己无快乐，嘛就是讲你家己摕前头对家己诶骹嘛，要由一个人去管理，所以讲咧，咱一定爱真正想办法运用咱的智慧，下了修行的这种功夫，慢慢的看破、认清、看破、放下，安尼咧，咱爱当一天一天咧，一定来成就清净的菩提。那么古都为个讲个人，有啥物你要打破？有啥物你要打破？第一个讲，唔打破袂使，咱就第一个打破。你若讲莫受着五蕴，色受想行识，甲你左右，你需要再去打破。所以在这里甲恁讲，只要识念习练，习练，当然讲这个念，当然念有先较好，但是真修来讲起来就无善恶的对爱，就没有二元对立啊，所以讲你这当中不一定是去识念，识念当然识念，一单无好代志，那你无用讲袂晓得啥，敢是安尼？啊那因缘你讲平常时你讲，无用，安那用言是真济来是咧想解安尼无容易代志，咱家己咧精神观，咧精神观，咱讲要用一刀就已经害了，家己搁迄个拄刀，因为你上一届等于一届嘛，敢是安尼吼？你若用用迄刀，就学着准倒好啊。你件代志你若知影甲放过去咧，你倒尔嘛？但是拄一刀，一工若上五届，等于你家己无刀。你若甲上10单，等于这10单内底，有关系你用家己的刀咧，所以讲呢，这个所在，真的是讲好甲歹，咱会当识念。伊识念的当下，就是保佑你真心因为你真心清净的心，本来就无所谓的念，但是咱人来讲起来，人来讲起来，变怎识念？我目睭咧看，我就是目睭看着听着，我才会念去。但是咱即个就是讲不明讲，你看，你真看着触景，声闻。伫迄个当下内底，你看对毋对，会使，你看着当下，你是毋是了了分明？伫你当下内底不起意念，你看清楚啦。这袂使袂使就袂使安尼嘛。你莫去甲，你莫讲去一直不断伫遐，伫遐咧想这，伫遐咧想这，你会想讲看着了遐想好歹，对毋对？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对对错错。那么呢，你这当中你就会烦恼不断。你听着甲讲好，咱回你就甲你讲好安尼嘛。因为咱若是讲有当地人，你甲你讲，你若我着你讲啦，听袂爽就无影甲讲甲安尼安尼，第无把你到，我话是你讲。咱有甲考虑，你莫甲听就好啦。我讲袂简单，即3世但是就是因为要做这个功夫歹做，咱修道就是讲大家因，就是讲我会当安尼练啦，听着足解对啦，来就无看，听着我你咱讲听听放水好，我若安尼潇洒又自在，其实咱来往这个方向做，一时嘛是爱做锻炼所以讲呢，识念真心伫当下内底，你若讲你听着看着了了分明，不起意念，不起意念的话，你就是清净心其实你伫迄个当下那么呢，就是伫这个所在的转识成定，咱即个当做就是安尼。你也无可能讲无看
咧 DVD 家关到阵，关到阵是无看着个，无听着你会笑诶，敢是安尼？敢讲吼你无喙面无看着，无听着医生就医生，各位前面敢会敢食好？敢会安尼就袂去？但是咱伫世间做人啊，敢会敢讲一箍啦？哦，万不去交大啦，交厝个啦。咱厝个人嘛意见袂合呢，敢是安尼？你嘛是要去调验呢？哦，有当时啊嘛是通讲，啊，看着讲做无看，啊就过就好啦。有听着甲讲做，无听着甲交过人过呢。啊无，阿妈某敢会成呢？较严重的小可会开死人个有无？哦，啊，这点的咱若我个人真正的，人讲吼，安尼专无主啦，专无主啊，咱结果安尼粗线条，安尼啥物代志拢无要紧，安尼就无代志啊，敢是安尼吼？啊，你若讲吼，安尼伤细心，啊，现在无啥你在了了想啥讲啥的，哇，小可代志不甲遮多，哦，安尼吼，咱有当时啊嘛会艰苦啦，啊嘛。所以讲呢，咱哦会当转世成智哦，啊功德永无，那么地理上天，那么呢光亮哦色光结晶啊，那安尼呢有种就在哦，你若当只要会当识念真心自现，即转识成智，功德永无，地理上天，色光结晶，如果是安尼的时阵。种不用各无所谓的打破，那么免个来训练哦，免个研究道理啊！我讲讲摆呐，因为法是应背，迄个药是应背来治嘛，有即个道理就是因为哦，这较我等下讲嘛，哦，咱人就是84000的病变，哪有84000的法门？若无84000的病变，哪会84000的法门？小想这个意思。哦，啊，你拢是一个不然，你何用再想办法去打破？你买就好啦，就你去打破。哦，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哦，那么呢，专贪嗔痴为界定为，哦，勤修界定为识别贪嗔痴啦，哦，啊，当然呢，贪嗔痴称为是三毒，对一切的纯情的定。哦，对一切纯情的境界，升起贪得有业的贪心。哦，那当然伫这个所在呢，哦，最主要就是这个贪心。哦，那么贪心者有一个典故，哦，叫做芝麻糖。那么这芝麻糖呢，就是讲啊，有一个哦，一个人家哦。啊，当然呢，有可能较早期拢总是生活困难，啊，但是人伊袂歹建立城市嘛，哦，建立城市像咱较早，我伫细汉的时阵咧听着，迄较大个，迄坐咧嘛讲哦，时间变偌好咧哦，时间逐项拢足够见的哦，爱去，啊，咱咧细汉咱哪有去想讲要咧饲个，啊嘛毋捌去过，大老囝咱嘛毋知，哦，有影啦，迄惊啥哦，讲较老囝来惊啥哦。那么呢，互伊就哦，即个有囡仔爱就建立到啥啊？听来讲伊爸爸明仔载袂来，你知影伊阿爸爱食猪嘛？所以讲吼，伊就一个讲仔内底呢，甲放入个猪嘛，啊，你阿爸来，我要食偌济，就去食安尼。结果来时，因阿爸来到遮个时阵，哦，因查某囝呢，哦，啊，就习惯即个猪麻饭，阿爸你上爱食猪麻饭，我来你做这一定有食了解。哦，啊，结果因阿爸咧，像我春手入了，春的伊就春袂出来。哦，怎春袂出来呢？啊，因查某囝伊咧叫伊讲阿爸，就你个安尼，哦，啊你就用安尼，哦，手就用安尼，结果有咧袂出来，都毋知安怎。哦，啊你紧到尾也无法度，学啊家即个管啊，啊甲讲无歹安尼啦，甲讲无法度，啊就会当去看到底是安怎。结果呢，管啊甲讲无法度，是因阿爸手落去吼，啊砸足大力个猪麻糖，怪手伸袂出来。哦，啊因为因查某囝毋知是因阿爸砸一尾足大尾伸袂出来，你想。后伸的伊也伸袂出来，
啊，伊若知讲伊若把是因为若上课咱存袂出来，伊若甲顾摕就好啊，但是伊无想安尼。结果呢是因为安怎讲？哦，咱遮就讲哦，你个看，知影就咧讲贪心问题，哦，啊，所以讲啊，当然呢，对于贪心来讲呢，当然是讲比较看不开啦，比较看不开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心一贪一有也袂贪心，当然呢，自然，因为这个贪嗔痴呢，是前面是一个三宝，那么一切依情的境界，生起了着这个嗔恨、憎恨，下这嗔怒、憎恨、憎，愤怒、憎恨的嗔心呐，下这个嗔心呐，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对了着这个亲心来讲呢，那伫遮有一句，甲伊讲一念亲心起，对了着家己啦，就是咱平常时听咧讲，一念亲心起，必然会将门开，所以讲呢，伫这亲心来讲呢，会使讲是对咱的心性来讲呢，有那是一个最重要，对咱伤着咱的心性来讲呢，有那是一个足重要、伤害足大的所在。迄个大甲啥？大甲分为生死，嘛有可能对应地甲。即摆听讲有18地甲后19站，听讲毋知咧关啥物话，你甲我听咧袂记啦我还是大家讲笑的算讲你嘛一种歹人出来，迄实当日迄个关于客人的对啦所以讲呢，伫这亲心体呢，亲心的当中呢，也为了家己的心，心心嘛，这个心心。所以讲呢，咱人一地来讲呢，有当时也是因为本身嗔恨的心，有贪嗔痴。所以讲呢，当中要养生，一定要先养心嘛。你若有清净的心，其实呢，咱这个心伊会自在，自然以运周天转法轮，正常的运转，咱人就较袂地地，较袂有啥物无好的去会，去哪去杀无的地方，安尼你气通，自然咱身体就健康嘛。所以讲呢，其实伫咱人的心境，我是听你报告啦。当然，咱人的身体健康，毋是拢是食甲运动，食甲运动呢，敢若是拢占25%是咱心的问题。咱改先拢会就讲，爱食较清淡的，爱养生的，爱来运动，爱来运动，安尼身体就伊讲安尼个袂对，因为你的心没有清楚。所以讲呢，养生必先养心若无你食伊食较济，那很好。所以讲呢，真的就是调整你的心，调整你的心很重要所以讲呢，过去呢，有听人咧讲的就讲听讲或者有看到讲有一个分就那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咱知影的，毋是讲你一家挂咧。袂对转移，转移是为是医生，迄个传道医生看讲这个嘛袂使来医刀因为大家拢有你挂嘛挂袂了，挂了你我看你也袂想后期你干脆你干无迄个人医生来医医生拄到有恶性肿瘤安尼爱讲好安尼以后呢，听伊讲放弃，但是伊就怎啊去海边，爱开始逐工安尼出去安尼欣赏，开始运动，就算讲我啥物拢无想，反正我有我就心情较放较开咧，来运动，来走安尼流汗，
伫个所在，经过一段时间了后，结果咧时间到无时，搁去看伊内底恶性状况拢做好，因为或许拢特别去家己注意即个代志，袂讲要死啊，干脆有钱，伊有即个地平面，会当来讲好，所以讲哦，迄个安尼是分析很关的，毋是咱是心情放大啦，心情放大，反正我也免想较济啦，反正搁3个月，我卖去甲想我咧切磋，我会变一支，迄癌细胞嘛，当然有即种例啦，有即种例，当然安尼甲你讲咧，嘛袂讲咱的心咧一定要清净爱那么呢，搁再来讲，伫即句来讲，佛前道标轻强强，所值广大福因缘，一念清心在身体，尽闻披福成慧尽啊！那当然咧，讲直接甲咱讲，也就是讲，咱供养佛，供养足济啦，供养足济物件，足济物件咧供养。那么你所累积得来呢，广大的福德，那么当然这是福德上那么你所谓的福报越大，广大的这个福报呢，你虽然成就这么大的福报，但是一念清心在引起，那么尽闻披福成慧尽，就是讲较简单就是咱讲一念清心去必然的做。就是咱所有火烧功德的意思所以呢，伫这所在呢，我先来讲一个典故，就是讲有一个修道人，伊就咧打坐，伫咧禅定打坐，因为有一间我一只杀宝，杀宝咱听啦，一只杀宝就来客，有多无欢喜啦，但是呢。咧修行啊，嘛是爱靠爬吊一个那么呢，伊本来讲叫一只目山，一只迄个沙宝沙宝安尼啦我若咧静着，你莫把输的我若无咧修行静坐的时候，无要紧，我无你偌济，我去算啦，安尼打成这样安尼讲好。那么就安尼叫有一天的时阵呢。煞迄个修行人，搁咧禅，毋过即间是飞来一只啥呢？跳蚤即只跳蚤去骗着即个修行人，迄个花迄个皮香讲毋知敢是像人咧骗，你咧烧酒皮我来看安尼即只跳蚤就必去加，你叫你叫即只目屎知影是满条道，袂使，我已经有教即个修行人下大3招。伊若咧修行的时，我无甲教，无甲输的。等伊若无咧修行，伊讲伊甘愿，要互我甲输伊的，讲好啊。但是毋过咧，即个跳蚤咧，已经感觉安尼旁讲，较无遮足艰苦，伊就忍家己。结果咧修行结果咧去互即个跳蚤甲克一个伊怎我受气起来就对啦，我就教你这这个三宝讲好，你为虾米你太无照伊话，伊甲当作是迄个是，其实是跳蚤啦，即摆就讲，你太无照足熟行啦，伊即摆来我受气干脆我爬起来，甚至加速速的，我甲放尾先，我好办三条迄个跳蚤无归一尽，但是。即个修行的功德是化为无名，化为无名对啦所以意思就是讲迄个当然尽量嘛是爱尽量不要起这个贪论的心有的时阵咱要安怎办？甲伊普遍，甲伊普遍，这个是咱修行的上重要的所在。所以讲呢，伊甲咱讲，面上父亲是用口中父亲出名中，心中父亲有业报，不断不灭是真相。当然呢，
这是伊的境界。面上父亲是着脚，我表面上父亲，这个面上父亲，那么呢，我的心中，但是你的面上，父亲来讲起呢，嘛一种的心境。你若法度能伫你的心中内底无亲，那么是毋是你的心境较大？伫心中内底，你法度能安尼，伫口中无，你别人袂讲出个憎恨的那一种、酸冷的那一种语言，心中佫袂有这种情绪，是毋是随着你心境，那么来成就你的境界？我真讲咧，听有无？所以讲咧，你来甲看，你面对口中、心中内底，心中若无亲，就是无接触人。那么直到最后不断不灭是真相，因为你得无亲啊，当然免去跟啊，免去甲灭掉我的那种起心动念，当然这个是止于至善，就是达到伊的究竟这一项。那么呢，这个心境，咱修行呢，可能会讲，我无法度能达到最后的心中无嗔无接触，过呢，我一定有咧啥呢？有咧下功夫，上解决我伫口中内底会讲出的一种嗔恨的那一种语言，嗔恨每个某种人事物，那安尼是毋是咱的心境？随着咱下的功夫呢，咱会提升，所以讲呢，这个是咱以修跟学的呢，爱来学习，那么顶顶讲讲，心不变不离心，是以不缓不忧，不忧这个境界，爱不中不生沙婆，念不离不生两感，爱不重不生娑婆，就是爱，就是主走在现象这一行，你的心在哪里，你就会成就在哪里，因为你顶顶你在最后你要落入下界，就是这个说。所以讲呢，咱唯有就是会当你来了解，对于心不变不离先行来下功夫，那么再来的这段，这段呢就是先必先莫出法门，从一般，发这生8万4千里，那么呢，而家呢时间也无介济，或许就这个本文。或是文化上，咱知影嘛这比咱知啦因为时间无多，或是唔卖读那么呢，就是讲到最后小天小地人本身这个本心小天小地人本心生不信到这段啦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呢，不离自性。那呢，当然较多而且就有伊讲的，我主法门呢，上一般六生8万4千的地狱，为虾米讲一本善满足，万事归一。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嘛就是讲，咱每一个人负有了着一个绝对的般若蜜。所以讲呢，咱对这个8万4千的地位，那么呢是由了自性所来发端出来。所以咱讲咱人一本善万事，只要你明理的，你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去做。你可以应用助它。自性无敌的，万事又可以到你的自性那一点。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生出8万4千的地位，就是因为细年8万4千的因果。那么你生出安尼了后呢，是咧互伊对治，你会当应用，自然你会当去圆满你自心当中内底那一种不好的8万4千的因果。你会当来应用呢，其实用有因的意义上面不离自性。其实呢，咱就是26字中拢是言佛陀、光佛陀的
发这体验，当然这个是咱每一个人所有因如来地义一相嘛，如来地义一相。那么呢，伊就是260中随时随刻，那么呢是伊拢是生智慧的妙用，生智慧的妙。发这是啥呢？发这是一个体，但是伊会当生出了着妙智慧的用。所以讲呢，咱人一切万事万物，那么有了解这个万事万物，是咱人去创造的。咱人去创造的人，伊会当创造了万事万物，是对伊的发这体来，但是对伊的自信心意思嘛，就是讲我人若低的，要用啥物来？我人若无低的，那么呢，你无法当妙用，你袂当用啊。你无法当用，你体啊，你就无法当用。所以讲呢，有这个身躯是是灵灵借个身躯来产生用，那么呢，伊这个用，这个会当用，身体会当用伫因为，当会当了解你身躯内底有一个灵。那么呢，你这个灵若无这个体，你就无法当用啊。所以讲，咱人算是体用的，体用。但是你用爱用你妙用，所以讲呢，伊若甲咱讲，讲发这是体啊，你若如果是会当生出了着妙智慧所显的一切，无离开了着良知良能，没有离开良知良能，为什么要多一个不离自性？啊，对啊，你有共款，你都圆满啊，你都圆满啊，那会个有一个所作所为，不要离开了你的这个自信，就不要多此一举。所以讲呢，咱若我讲260中拢是生出了条妙智慧，那安尼呢，咱就免个所谓的去养成一个不离自性的话嘛，甲伊嘛讲起来就免去修啦，嘛免去修。所以讲呢，这个不离自性呢，咱来当去了解。无非就是讲我会当流露，不断流露。我今日用啥，拢是良知良能用事。那安尼个，你就是你都是圆满的，你都是圆满的。那个再来呢，你这句来讲起来，发这行，七相应当经，发这行积极见性。当然呢，你即句话来甲咱讲起来，就是甲你讲呢，会当发这行爱去了解般若行，毋是讲你干那七相应当经积极见性，你一定爱依着你的般若蜜之智慧，那么呢去流入，去实践，安尼呢，七相应当经发这。即得见性，安尼呢就是会当见性。那么伫持来讲起呢，遵守不变，你要有坚定，你要坚定的信念，那么呢，你一定要持久，咱讲地地卡条有人的，操就是讲保持这个节操之以，就是讲你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对啦，持之以恒。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你伫这般若行来讲起来呢，你一定要遵守不变，那么呢，爱研究车及依行，那安尼到最终呢，你就有见性。那么也就是讲，你一定要下功夫的对啦，要下功夫毋是干那持，毋是干那上要了解如果若是讲干那上，就得是上对一本经典转去，经理做的啊，伊敢有上什么经转？没有所以甲你讲的这个持，也就是讲你一定要心持心持啦，毋是用手去把握去甲伊摕，毋是这个意思，是你心持心爱持有了着金光发这个金光发这经内底的意义。那么会当甲伊
多人性，安尼咧带动流动了解。嘛，就是讲一个人的结，是因为你做出来咱肯定的，但是安尼无对，大家拢嘛讲我做唔对，你若要做出来，我也无可能你有对。啊，你有对无对，我看你做，我就知影你有对无对。哦，你爱丢攞出来，共款。哦，啊，咱袂当记得见性，记得留当下。哦，见性的话呢，唯有就是你一定爱般若性。哦，唔是讲刻意干那上天啊。啊，不是这样，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下底间，哦，下底间，哦，这就是讲是咧歌颂，哦，这本金刚经的，那么伊像甲咱讲的这，哦，伊的重要性，哦，伊的重要性，伊的好处就对啦，哦，伊这个只有存档案的，哦，咱若就歌讲。要看这，其实这应该金刚经哦，咱范六老师应该蛮有讲的。哦，只是或者甲伊写伫遮，就是要衬托一步，哦，就是咧肯定这个金刚它这个佛已经对咱人记得见性的重要性，哦，重要性啊，哦，所以讲呢，啊，上金刚经嘛无唔对啦，哦，哦，这种就是咁样的意思，所以不管哦，用金刚经来印证。那么呢，会当去研究这本金刚经的重要啊。那么呢，出发门是最上先为大地人说，为上天人说，小天小地人呢，本身心心不行，小天小地的人啊，所以讲呢，咱若无真正了解，无大地人这样呢，伊无法度人，你都会当超。哦，咱就上盖好的典故就是讲，新修，新修头壳你敢有好？做好，毋过伊要见性的问题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来讲嘅，伫即我借这个论语来讲啊，伊甲讲中年以上可以上啊，中年以上，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咱今日你要去讲道理哦，怎样咱看？我咧讲看人，咱问意为唔对，因为伊的意境无够遐，你甲讲金刚经，来甲讲经典，其实来讲咧，伊听甲有啥？伊袂有好处，而且咧，伊袂当去肯定，所以讲咧，认经来讲咧，但是因为听无嘛爱好啦，无你要听是听，无好甲变，我毋是讲听无。听无嘛是爱来试，啊，佫有讲过爱坚爱紧爱用车市，安尼咱有可能嘛，那么呢，中年以下不可以上，中年以下，当然有三乘法，人无三乘，迄个因为安怎讲，人无三乘是因，法无三乘是因为人有了这个理论，但分出了这个。三乘法，这三乘法就是针对性的人，你甲伊度化，然后提升，由小乘进入中乘，由中乘进入了上乘啊。迄是爱安尼个因材施教呢，若无伊伫遮甲你讲啊，因为你讲话圣经的人听讲后可能，你点一下就会当成道啊，毋是安尼，无爱修的啦，点一个就成道啦，爱真修实练的，但是你。真修实练，你袂随便注意自己，这是绝对的你袂当超生了事，若当超生了事，所有的起点是免过来见到啦，敢是安尼？所以讲起点是来见到，就是伊无受注意。所以讲呢，咱嘛是讲啦，免受注意记，我嘛是共款的当成就，不是这样，咱一定要受注意记。所以呢，我甲咱讲无法众生呢，结果过错，有影呢，要去除掉这些地义，去肯定的这一种无教经典的，真的还是要看人看人就是讲伊无在了，是伊袂够，慢慢伊去研究体会，大家老个伊来他好所以讲呢，咱慢慢的还是可以成就的，
这就是就是咧甲咱讲嘅即句即句嘅意思即个书法咧若贤男子贤女人有好百世，应受其国上处境，所得功德，我略复说者，或有言论，心即公愿，何以不信？书法的当理是经义，不可思议，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咧，伫即个所在咧，咱会当去甲体会即个上经义，咱爱上经发互伊，下经义，咱爱调下乘发互伊。若无伊我讲成实，对伊嘛必袂着即个好处。那么伫上经义咧，伊知影当理经义，伊就了解不可思议。那么呢，当然你了解不可思议，你所下的功夫是所得的果报呢，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讲呢，这就是或许呢，而且叫咱做伙研究，咱今仔日就到这个所在，第今是95了到了。85到了。搁一搭，好，大家人事部的工作到这，伊接下来主编嘛，接下去，这是目前的，因针对了这段叫咱主编啦，来用学习，那么呢，研究家己的所在呢，咱各位前辈咱提醒，以咱电流是做好法度啦，以法度来礼拜六或者就来这学习，难免不会所在呢，希望咱大家多多的体谅以并且当中是个学习最后就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助理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一起一班，向无家母行三公里，前道一躬，再躬，三躬，感谢助理慈悲，躬，坤道一躬，再躬，三躬，感谢助理慈悲，躬。一起持架，向无极量母行三公里，前道一躬，再躬，三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给如师鞠躬，坤道一躬，再躬，三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给如师鞠躬。好，来，先生，好，他们。